大家好，我係江榮先生。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陳偉霆嘅八字嘅。首先我哋睇睇陳偉霆先啦。佢係屬牛嘅，今年就係40歲啦。佢有一位非常之勤力，仲有就係實力派嘅一個歌星，演技都非常之了得嘅。中國嘅內地嘅朋友啊，香港嘅朋友都非常之中意佢嘅。其次佢就生得非常之靚仔，身材又高大。我哋首先睇睇佢八字先啦。乙丑年丁亥月甲子日庚午時，我認為嘅時辰係庚午時嘅機率係比較大，但係我唔夠膽100%啦，因為去到咁高位啊，事業財運啊，仲有就得到名譽掌聲啊，仲有就係佢個財富啊冇10億到8億嘅，咁所以去到呢個位肯定咧，佢個八字咧一定有庚金，形成一個庚甲丁嘅一個最高組合嚇。甲木日元出生於亥嘅月份，喂，甲木冬天喎，非常之寒冷喎，所以佢個八字咧甲木生於冬天，離不開火嘅。因為如果你冇火嘅八字，個甲木冇生機咯。咁所以佢個八字一定有調候用神嘅。我哋睇睇，呢個就係佢調候用神，再加上丁火透出，所以調候用神係非常之強勁嘅嚇。其次咧，因為佢個八字叫亥子丑啊，叫做3回水局。咁水咧就非常之旺嘅，咁一定係用制嘅。咁所以個八字咧3秒鐘都知道嘅，用火土嘅格局嚟土嚟制水。《洪鐘寶鑑》裏邊有講嘅，甲木咧叫水蕩騎虎，水蕩騎虎就係佢個水旺，令到甲木係飄起嚟嘅。咁所以陳偉霆咧呢種格局嚟講咧，就一生咧就比較漂浮不定嘅。咁所以佢做個行業咧，剛剛係娛樂圈，娛樂圈就唱歌跳舞、演技演戲。咁其實呢個行業咧都屬於一個偏門嘅行業，即係屬於唔穩定嘅行業。比如今日去嗰度拍戲啊，聽日去嗰度拍戲啊，或者第日去另外一個地方登台啊。咁其實好符合佢命格，因為佢個命格叫印星旺。當佢行到土或者火土嘅流年嘅時候啊，就制住印星。印星代表咩啊？印星代表因為印旺啊嘛，印代表藝術表演啊嘛，比較偏門啲嘅行業啊嘛。當佢制住個印星嘅時候，咪得到印星嘅好處咯。我可以出名咯，我可以喺藝術方面咧有所成就咯，係咁睇嘅噃。咁再加上佢天干又有劫財同傷官，劫財同傷官咧係首先呢兩個星屬於偏星嚟嘅，咁佢係劫財傷官係動態星嚟嘅。咁所以你發覺陳偉霆咧係佢唱歌通常都喜歡唱勁歌嘅跳舞啊。咁其實就係呢兩個星嘅一個即係我所講嘅幫助咯劫財同傷官。其次就劫財傷官兩星碰埋一齊嘅時候咧，佢係即係好有動力，仲有就係中意競爭嘅所以一個好有鬥心嘅一個 artist。我哋首先睇睇佢嘅事業財運先啦。咁首先佢嘅事業財運就係2013年前咧，啲事業嚟講只係一般般啦，平平穩穩啦，冇乜好講冇乜好講嘅噃。咁到咗2013年咧，就係癸巳年嘅時候啊，咁佢咧就翻嚟大陸發展嘅咁剛好行呢個甲申運行到2013年。2013年咧，天克地沖，驛馬星，驛馬代表變動啊嘛。咁所以佢係作出一個重大決定，就係向中國內地嘅發展。咁有好多朋友講到，喂，陳偉霆嘅八字你水旺喎，你水旺，香港喺中國嘅最南邊噶嘛，咁你往北面啊嘛，北面屬水噶嘛，按道理嚟講係唔旺陳偉霆喎。點解陳偉霆翻到內地嘅娛樂圈咁揾到食咧？咁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就係中國娛樂圈行緊運先啦，呢個其一咧。其二就係佢揾到一個非常之好嘅，即係我所講嘅經紀人，呢個好關鍵。明明你去到一個水旺係唔旺自己地方，但你揾到個經紀人係行緊運嘅，咁咧對你係非常之大嘅幫助嘅。因為你去到水旺地方，你一定會好容易印克食傷，判斷錯誤，做咩錯咩。
當你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，你嘅經紀人咪幫你做決定啦，幫你安排工作啦。咁其實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幫助嘅。咁所以點解香港好多 artist 有啲翻到內地，喂揾大錢，有啲即係有啲就好倒霉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揀錯經紀人咯。咁所以佢陳偉霆嘅一個人生之中嘅一個最大嘅貴人之一咧，就係佢經紀人啦，叫林俊樂。咁相信大家都對佢都非常之熟悉嘅。我哋首先睇睇佢2013年，2013年嗰年咧叫做癸巳年，行呢個運，我哋睇睇。咁呢個叫做天克地沖，癸水克丁，巳亥沖，叫做天克地沖。天克地沖咧，行呢個運嘅時候，即係2013年咧，就一定要改變嘅，即係事業方面一個大嘅改變你先得嘅嚇。咁陳偉霆咧就係依個流年咧就翻咗去內地咧就發展嘅。咁2014、2015、2016佢事業都非常之暢順嘅，因為2014年係甲午年啊嘛，甲午年咧火嘅年份，乙未年咧都係火土旺嘅年份噶嘛。2015再加上2016咧，佢正走向事業嘅最巔峰，因為嗰個年份咧，我哋睇睇先，依個年份咧嗱，依就個丙火係透出天干嘅，丙火透出天干嘅時候，火好勁嘅時候啊，咁佢咪可以一時間個人氣咪爆發咯，咁所以係咁睇嘅喎。咁所以2016年咧就又拍戲啊，又開演唱會啊，又拍電視劇啊，總之就非常之出名，就係2016年呢個流年，一直咧都好紅嘅，一直就紅到現在2015年可以講話紅足10年嘅紅足10年。咁咧就係有好多朋友就問：喂，陳偉霆究竟紅到邊個 moment 會個運會退咧？咁從呢個八字嚟講咧，陳偉霆咧就會紅到46歲，即係紅到46歲，因為佢而家仲係行緊運嘅，因為佢事業會再上高峰嘅。從流年嚟睇，嗱，乙巳年2025年下一年咧丙午丁未都係一個火土比較旺嘅年份。咁火土一制住嘅水嘅時候，你嘅名氣咪更加出名啦。個工作事業更上一層樓嘅，咁所以唔使擔心，陳偉霆會繼續會紅嘅，紅到2030年，即係呢個運啦，就係壬午運嘅時候，個事業咧就會有啲衰退嘅跡象㗎啦。嗱，行呢個運，子午衝住，壬水合住個丁火，所以繼續會紅嘅陳偉霆。咁接下來咧，江龍先生咧就係從陳偉霆嘅八字咧就睇英皇集團嘅未來嘅走向嘅。咁我哋都知咧，陳偉霆係甲木啊，金咧係代表佢間公司就英皇集團嘅。咁佢行緊癸未運，個未咧同個午咧，再加上未來一年嘅流年嘅午火2026，合成好多火。燒住嚿金，嚿金已經嗌晒救命嘅，奄奄一息。咁喺未來嘅2年，2026、2027呢2年都係全部都係大火年。個火成日砌嚿金，咁嚿金一定係非常之受傷嘅。咁所以從陳偉霆嘅八字，從容祖兒嘅八字可以睇到，英皇集團未來2年即係寸步難行，有清盤嘅危機嘅。從呢個陳偉霆嘅八字可以睇到嚇。雖然係英皇集團係唔係好掂，爭外邊好多錢，但係咧陳偉霆一樣係行運嘅喎。咁我公司唔掂啫，但我喺出邊喺內地一樣可以做 show、拍戲、跳舞、開演唱會，一樣可以揾好多錢。因為陳偉霆始終行緊運，咁就要分開睇啦，就唔好撈埋一齊睇，即係唔好間公司唔掂就英皇唔掂就話陳偉霆唔掂，呢個一定要分別睇先得嘅嚇。咁今日嘅視頻咧，江龍先生咧就講到呢個 moment，即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，去問我江龍先生。